三弟，你的良苦用心我知道，可是我的难处，我的苦心你不懂啊。梅表妹，这名究竟是什么东西呀？以为是神仙自己，眼前一个是红尘凡缘，一个天一个地，一根红线牵扯多少缘，多少缘。
发的晚上晚好我自己来。都是一家人了，何用客气？你做一打工一整天，太累了，快歇歇去吧。哦，我不累，你还是自己先睡吧。你不累，我也不累；你不睡，我也不睡。你，那我们还是看月亮吧。看月亮？啊，好好，那我们看月亮吧。家里的事，晚上一开头，阳光洒满房中，我们姐妹就在这个神秘幽静的气氛里，翻阅颜料，作诗彩笔。你让我吹笛子？为的可是吹不好，倒是打听到城外的杉树上还有许多喜茶在叽叽喳喳唤我们起床。这鸟声比我的笛声还要好听呢。我不该啰嗦这么多。不，你描绘的很美很美，真的很美。只可惜今晚的月亮只有一个，而且快要落下去了。我娘家这里还已经发了